朋友早早，欢迎收看7月17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丁雅纯。今仔日各地同款是真烧热，紫外线嘛是真强，已经是过量甚至危险的等级。这气象署也是继续来针对全台湾12个县市发布高温的资讯，会热甲超过36度，伫台东可能阁会透火烧风。受到西南风的影响，伫南部地区规工天气拢无稳定，拄着就会落湿湿啊雨。因若其他的所在是多云到好天，过到中部以北、宜兰地区甲华东的山区会较到落尽雨，尤其是大台北地区甲西半部的山区可能会落大雨。预估就要到后礼拜1、拜2，这天气才会稳定好天。好，咱过来看这花莲万里溪放山湖，上紧伫咧今仔下晡就发生溢流。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昨是已经来发布红色的警戒，伫水尾凤林甲万盈保全湖全部拢已经撤离。这花莲县政府嘛已经宣布，万盈乡的万盈村，抑个有凤林镇的5个里保全湖，今仔日是全部拢停班停课。海啸的警报也要正式在3点钟开始发布，村里的广播要同时启动。下晡3点发布红色警戒，花莲万盈、凤林海扫警报开始咧谈，村长放送通知村民开始强制撤离。凤林镇甲万盈乡长带队前往警戒区视察。你刚刚没有听到那个海啸警报吗？哦，每天都在报，我们已经听习惯了。可是现在红色警戒了呢，必须马上撤离哎。哦，马上撤离了。唐草这样发放出去的时候，我们那边就听不太清楚。部分违规无撤离的村民讲是因为海扫警报收细声，也讲唔知影要叫因创啥物。这警报器材所在甲大细声这个问题也引起讨论。根据上新资料，放山湖的水量已经超过505.16万立方公尺，预估7月17就会开始溢流。林保署强调，开始溢流了后，按算百体会有3种情形：第一，就是水满了后稳定溢流，未崩花；第二，就是百体有部分去乌侵，未完全破坏；第三，就是完全崩花，冲转去原本的水路。交通方面，大高线万里溪大桥维持南北向的管制。透早6点，大高线万里溪大桥开放一半车路通行；中兴桥、正英桥6点开放管制通行，干那西部桥封路。也那花莲县政府也宣布，万盈乡、万盈村、凤林、新营里、长吉里、山兴里、凤信里、大营里警戒区保全湖7月17是停班停课。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中联邮局的油出代志的风波，这高雄市是查出有13间国小甲幼儿园是去用到这款油，目前拢已经先落架，无阁继续用。教育局嘛讲，伫咧开学进前，业者就要提供搭配油的检验合格证明，才会当来使用。高雄市教育局甲卫生局查完出问题油去倒位，也查到高雄市家己食品使用外观市通路经营甲卖中联出问题油。高雄市计共有13间国小甲幼稚园捌用过出问题油来煮学生的食食。教育局要求相关的学校甲营养午餐的业者全面停止使用，预防性落架回收。业者要提出搭配检验合格证明了后，才会当用油。互出问题油影响的前金国小决定后学期要搁找民营的业者提供营养午餐。学童的午餐就由3名国小的厨房来供应，所以这个部分，我相信未来我们在公办公营的这个情况底下，这个用餐的品质上面、把关上面会更加的来严谨。针对出问题油流入去学园，教育局继续监督学校，抑阁有提供食食的业者落实实在爱对源头。各校也甲后续处理的结果用群组公布，互家长甲学生知影出问题油甲产品拢已经落架，还是预防性的落架，未阁使用。不过家长幼儿园真烦恼。他们也只是说他们不会再用他们的油品，然后下架，然后之后会控管啊。但是我觉得也没什么保障吧。希望学校在筛选方面要多注意一下，对，因为学生刚在成长，然后就是吸收什么也比较，家长也是蛮担心的啦。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的报纸写啥物？咱先来看联合报。
巴布亚纽几内亚的外交部长强调，一中政策，宣布将咱的代表处关起来，也咱的外交部是严正抗议，强调代表处会继续运作。再来看自由时报，年底要举行选举，即马南北搁推动鞭刑、反废死等6项公投案。中选会主委尤英良就表示讲，这公投案超过4案，这开票恐惊是要开到半暝2-3点。落尾是中国时报。小琉球的主管回收物清运案经过15天的流标，总算伫咧初7完成发包，按算3个月至6个月内要清除累积1500吨的主管回收物。继续看这小琉球主要的交通拢是靠船只，机场已经几10点无咧使用啊。因为这交通部是目前正咧推动无人机偏向配送的服务计划，屏东也利用这小琉球的机场来测试，若阵水路袂通的时阵，就会当用无人机来送物资。操作人员控制无人机慢慢起飞，无人机的下面用鸭仔底物资，一路对盐埔仔渔港飞到小琉球，规个过程大约10多分。降落了后，工作人员顺利摕到物资，这是屏东县府配合中央的偏向配送服务，测试无人机运送计划。居民表示，一定是比用船仔载紧足济，不过烦恼无人机嘛是会受到天气限制。以前是直升机啦，所以现在当然是那个有无人机是最好的啊，而且又安全。琉球会需要到断吹，大概都要3到4天啦。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因为风浪，所以应该基本上没什么风了，就只有浪大而已，所以这个是合适的。因为屏东的离岛小琉球，居民和游客拢是坐船来去，不过若拄到天气无好，也是做风台，海上歹停驶，岛上物资就会受影响。商业发展研究院、屏东科技大学等单位希望提升使用无人机物资配送、过海运补，加速累积实际经验，也测试飞的安全甲运送的条件。强化离岛邮件与生活物资快速配送能力，缩短物流时间的差距，并协助建立无人机物流在屏东的常态营运模式。县府表示，目前有2条路线咧做试验，外界上关注速度的部分，只要风无介头，上紧10几分，就会当对新园到小琉球降落。望未来无人机除了商业的运送之外，发生灾害时，嘛会当投入救援的服务。记者柯永哲，屏东报道。国际消息来关心，美军搁在对荷姆兹海峡周边的伊朗军事基地来发动空袭，搁重新展开海上的封锁，拿查要去伊朗的油船等等。也另外一边，这美国甲伊拉克、叙利亚的政府高层嘛，当咧协商，拍算是要来重建中东大陆到地中海的送油管线，减少挖靠荷姆兹海峡。到底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升温的时阵，美国嘛当展开其他的动作，希望当期会当降低中东石油的输出，一直拢爱靠荷姆兹海峡的这个部分。根据美电社和路透社在媒体的报道，伊拉克希望会当和叙利亚政府来合作，重建伊拉克只有库克到叙利亚巴尼亚斯港的输油管线，让伊拉克会当伫个无受到伊朗限制的状况之下，对地中海输出石油，消除伊拉克的经济压力。对这美国总统川普是少接待伊拉克总理采地访美国的机会，表示将欢迎以上2个的方案。Iraq has tremendous potential because of their oil and because of other things, but because of their oil. And we're going to be doing a lot of deals. We're going to create a lot of jobs for both countries, and we're going to be taking out a lot of oil. A lot of oil is coming out. 外电报道指出，讲美苏以3国的政府高层，在过去几礼拜以来是持续讨论相关的计划。美方嘛希望美商会当有更较侪机会参加重建油管、炼油厂的计划，和投资伊拉克的石油出口。另外，川普和财地嘛做伙宣布讲，2003年推翻海珊政权以来，就一直驻伫伊拉克的美军，按算伫2026年的9月底会全部拢来撤离。对2月底，美国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开战以来，关系到国际石油和商品贸易的荷姆兹海峡，都因为中东紧张的情势，常常拢是关起来的状态，嘛，互国际油价是连续一直起。另外，美军讲是为了迫使伊朗开放航路，当地时间15日上新一波的空袭内面，轰炸包括守荷姆兹海峡的阿巴斯港和戈什姆岛等地的伊朗海军基地，用这来削弱伊朗攻击荷姆兹海峡其他国家船只的能力。另外，美军嘛开放海上封锁，甲至少3只航向伊朗的油轮顶船只走落来。川普阁呛讲，若伊朗无爱转来谈判岛，后礼拜会空袭伊朗的发电厂等基础设施。公司新闻7家人编译。
美国国防部长霍格塞斯宣布，未来所有30岁以上的美国官兵，当年拢要接受男性荷尔蒙的检查，而且会当选择接受荷尔蒙的治疗，讲是要来确保官兵的战力甲健康。不过因为进前这霍格塞斯嘛捌限制跨性别的人去做兵，即马算是佮提供荷尔蒙治疗的选择，就互民主党来质疑相定标准。美国国防部长霍格塞斯进前访问停靠新加坡的美军驱逐舰杜威号期间，带官兵做伙进行体能训练。伊上任以来要求美军当年爱参加2届体能测试，佮以上严格的体态标准，无用允有大裤将军还是士兵。即马霍格塞斯佮进一步表示，未来所有30岁以上的美国官兵，当年拢爱接受睾固酮浓度测试。I'm authorizing a new screening program for testosterone deficiency for our service members, ensuring you have the right testosterone levels to operate at your absolute best. Because it's well-established science that as we age, testosterone levels often naturally drop. 睾固酮是人体重要的荷尔蒙，甲金马量、骨质密度、体能表现、专心有关系。美军认为长期不足可能会影响健康甲健美。不过，伫网络文化，高睾固酮常常互人形容粗勇、男子气概甲强势的形象。霍格塞斯表示，若是军人检测结果伤低，会当家己决定是毋是接受荷尔蒙的治疗。未满30岁人也会当主动申请检测。因为霍格塞斯伫单位中使用战术作战人员这种中性用语，所以无清楚是毋是同款适用女性的军人。这项政策推出的同时，美国卫生甲公共服务部嘛当地研究放宽睾固酮替代疗法限制，包括取消因为年纪增加致使睾固酮伤低男性的用药限制。民主党人士批评这项政策反映意识形态，毋是医疗需求。尤其霍格塞斯捌限制跨性别者服药，即马煞主动为部分军人提供荷尔蒙治疗，明显前后矛盾。随上美军特种部队英国嘛发生过睾固酮争议。2021年，一个海豹部队受训的学员死亡，调查人员伫围捕当中发现睾固酮，互特种部队好亲像乱用，增强表现。药物的问题，原来互人公开讨论。海军过当年随展开全面的查缉。公司新闻单周梅编译。加拿大安大略省的火烧山扩大已经烧掉大约2/3的台湾面积，也害多伦多成做全球空气品质上歹所在，而且这烟嘛去影响到美国大约20个州，恐惊佫会冲击到19个世界杯决赛。Could potentially overtake us here. 加拿大安大略省北部火烧山有一座协助撤离民众的火车，去互大火规爆掉咧，加在所有人员是安全撤离。目前统计，加拿大也有超过850个所在咧火烧，有111个所在是完全失去控制。主要集中伫安大略省、魁北克省甲西北地区。大火乌烟害到多伦多的空气，一时变作是全世界上歹，民众出外拢爱挂喙烟。So, like, you can't see any of the city anymore. You can almost taste the smoke today. 加拿大火烧山对4月开始烧，到6月靠烧影，7月中恶化，到今已经拖到23800平方公里，超过2/3的台湾这么宽。火烧乌烟佮吹向南，一直到美国去，影响全美上无17个到20个州。美国中西部、五大湖甲东北部地区超过1亿2000万人空气警报。纽约市长呼大众尽量留伫咧室内，避免空气歹造成身体相关的疾病。So today, every New Yorker should take precautions. Limit your time outdoors, especially strenuous activity. We have made free KN95 masks available at hundreds of locations citywide, including libraries, police precincts, and a number of firehouses. Even a few minutes can cause somebody that might have underlying lung disease to have an exacerbation. Even if you're otherwise healthy, this can cause reactions. So this is impacting everybody. 美国7月19纽泽西大都会体育场脚球世界杯决赛，这届也伫咧空气歹范围内。不过，是到礼拜可能会落大雨，会当甲空气中的幼粒仔甲营养拢洗落来。国际脚球总会是宣布阿根廷甲西班牙的冠军赛照常举办。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香港的独立册店楼下宿舍甲餐园私屋，去互港警来搜索，将5个店员带走，指控因违反基本法，散布咧煽动的册。内总统赖清德就透过社群平台来刊文，支持香港的独立册店，讲这思想甲文字无应该受到政治压力的一个束缚。
我就。称写我是册店的店员乌色的店员，表情真轻松。香港的独立册店楼下册社查某店员15，互香港警方公安处扣起来，去伫警察车。港警搁早走真侪箱册和相关的物件，刚一讲伫旺角的彩虹册店嘛，互搜查。两间册店当中有5个人互拘捕，互指控讲涉嫌违反基本法23条，但是含卖有煽动意图的刊物，相关会当判7年的徒刑。传出涉案的册是包括台湾出版社发行、美国的独立记者帮替混写的《为红花开》，习近平时代的认同和归属。这嘛是今年以来港警第3摆针对独立册店来执法。3月和6月，6间册店、1间册馆拢分别互搜索，负责人互逮捕。对香港的情形，咱的总统府空中声援。出版的空间遭到限缩，还有文字工作者他们遭到打压、遭到晋升，思想没有办法有自由。任何的国家不应该害怕民众阅读，也不应该用这样的形式来打压言论的自由。老总统嘛，伫社群平台发文表示讲，香港的出版、阅读和言论自由，当承受持续而且严峻的压力，但是思想和文字拢无应该因为政治压力互禁止。嘛强调台湾会守护无简单才摕到的民主自由，嘛期待香港社会多元声音和基本权利得到应该有的尊重和保障。香港方面，他并不会公布说哪些书是禁书，当他觉得有问题，他会立刻要你下架，会影响到你下一次来参展的资格。一般国人的话，我们觉得说，大家还是要多注意香港这方面的消息啊。因为现在的香港确实不是以前的香港。因为今麦拄好在举行第36届香港册展，刘委会指出，伫个港府武行洋线下骹，台湾参展的厂商只会当自我审查，嘛提醒国人，香港最近几年变化真大，若要去香港，都要注意家己的安全状况。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有啥物要紧带，带大家做伙来看世界。日本的媒体人石板明夫进前受到攻击，规划日本的参议员赵平就指出，台湾已经认定这是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了后的跨境镇压暴力事件。伊嘛要求日本政府都应该表明立场，防止这款事件伫咧日本发生。美国政府宣布要缩短外籍学生文化交流甲新闻工作者的签证停留期限。另外，这学生伫咧毕业了后，准备要出境，也是要变更身份的宽限期，对60天缩短到30天。印度当咧举行贾格纳圣车节，这是印度规模上大的节庆之一。不过，当地官员表示讲，圣车节是发生烧矮烧大的事件，造成至少1个人死亡，佮有将近100个人送病院。伟大的执行长黄正勋15伫咧日本甲游戏的厂商SEGA来举行合作30周年的庆祝会。这届活动，黄正勋主要就是要来见回答30当前的温情人入高桥一郎，因为30当前伊甲SEGA合作的时阵要推出的产品，这设计错误，就是靠入高桥一郎透出钱，回答才无破产。看到事件大温人，回答执行长黄正勋马上启动小揽挨杀组。黄正勋15参加甲日本游戏企业SEGA合作30周年庆祝会，这场活动伫过去的SEGA秋叶原电玩游乐场举行。前社长林高桥一郎甲游戏设计师林茂珠也亲身到现场，大家见面拢真欢喜。If not for what Sega did for NVIDIA and what Irimajiri-san did for NVIDIA, NVIDIA would not be here today. To imagine that in 1995, NVIDIA was nearly out of business, that we had chosen exactly the wrong technology, and that we will be here today, the largest company in the world. 黄正勋想起1995年迄时阵，回答甲SEGA合作，要开发个人电脑游戏应用的3D 绘图晶片。毋过伫开发1年了后，微软推出 Win95 作业系统，有真侪3D 公司已经准备好支援相关作业平台。回答者发现，导致真侪研发费用的设计结构完全错误，无法度完成甲SEGA的合约。迄时阵，伊亲身就问协商，建议SEGA找找其他合作厂商设计晶片，佮歹势拜托迄时阵的副社长任高桥一郎付差不多500万美金所谓费用。若无回答会破产，任高桥一郎知影状况了后，同意伸出援手，有这个资金，回答才用存下来进一步研发 Riva 128显示晶片。Your friendship, your support, and your belief in us means a lot to me. Japan will always be very dear to me, and Sega will always be very dear to me.
除了世界高层甲奥运会以外，东京秋叶原现场也有70个幸运抽到参加游戏的民众，共同进行活动。外围的记录，两边是出现真侪人，也手机记录黄仁勋的一举一动。活动结束了后，一家人搁去包场的餐厅食暗顿。公司新闻陈时东报道。再来看台积电第二季的发说会，董事长魏德嘉是宣布，为着要应付美国客户的需求，要对亚利桑那州的厂房加投资1000亿的美金。另外，第二季的合并营收超过大票1.2兆，这毛利率卖到70%，成绩是正好。这也让台积电的股价走悬，连带台股昨盘中回升，收伫咧45624点。We would like to announce an additional $100 billion investment in Arizona. 台积电董事长魏铁嘉带队伫第二季发说会带来大消息，要伫美国亚利桑那州追加1000亿美金投资，一定兴建4座2奈米级先进制程晶圆厂、先进封装厂，对美国投资总额增加到2650亿美金。另外嘛，规划伫台湾兴建13座先进制程加先进封装厂，持续增加投资台湾。So if you're asking about the AI's CAGR, not a number, but it's stronger and stronger and stronger. 台积电第二季发说会，佫交出真赞的成绩单，合并营收差不多大票1兆2703亿8千万，每一股盈余达到大票27.25块，毛利率是67.7%。不过，这阵根据金融机构最新的报告 ，Intel 关键的18A 制程良率明显提升到85%。Intel 的一代 Nova Lex S 处理器为完成60%至70%，拢由台积電2奈米代工會大度減單。You need to really utilize it using the test chip and then something and work together and then prepare the capacity and ramp it up. It's not that today you think this milk is better, you go to the next store, it's a 7-Eleven. You don't like it, you go to another store. No. 台积電發說會釋出正面展望，16股價開價走懸，收佇2470塊，是大股支持的主力。本來早盤開價走價，盤中捌大落超過600點，失守45000點的大關。不過，佇台積電股價走強，落價幅度漸漸收斂，終場收佇45624點。那亞股是出現緊張情緒，韓國綜合國際指數落6.37%，收價6820點，日經指數大落1915點，雙雙抬價。AI 带动的这个高经济成长呢，它的这个成长动能可能是接近一个顶峰。下半年的话，尤其是第4季度以后，全球经济成长的这个速度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回落。下半年全球的通膨还是会处于一个温和的高位。展望下半年 AI 产业发展，成长银行是提醒，市场也面临真侪项无确定因素，包括投资报酬率也有待验证，资本支出持续扩大，也有电力、土地加供应链这实体限制。但是台湾经济表现，成长是维持2026年 GDP 成长率9.4%的预测无改变，有希望排亚洲的冠军。记者采访报道。青安3.0的买厝贷款，按算8月1开始实施，为期一般的申请是1000万的扣打，而且申请的人袂使超过50岁，一年的所得袂当超过200万等等的限制，初步估计有16万人会当受惠。新青安贷款政策伫要伫这个月底届满，行政议会16通过青安3.0方案，新增加3道限制，包括要求新贷人爱未满50岁，贷款年纪加贷款年限爱伫80年以下，借款人的年所得总额袂使超过200万。另外，房屋总价是照县市分3级设限制，台北市3500万，新北市甲新竹县市2500万，其他县市是2000万。维持现贷一生一次。自住切结的规定，贷款之前要甄审，包括公股银行依青安贷款原则要审慎的核贷，以及贷后要加强管理。新贷户要征提自住切结书，那贷款额度最高1000万元，
贷款成数最高8成，宽限期最长5年，贷款年限最长40年。婚约家庭加钱的部分，新婚2年来家庭贷款额度上悬1200万，有未成年子女上悬1500万，所有青安大户拢有满3年利息补贴，满3年后每年补贴减少半倍，补贴期满恢复原贷款利率。财政部处长黄清华表示，新方案年龄国家携贷年限是80年，主要是考虑风险管控加行政能力，整体加强管控。3.0这个开始实施之前呢，其实也没有人知道到底多少人会来核贷，也不知道。用目前的这个现有的资料来推估的话，大概可以用的人数大概157000人左右到16万之间。但是外界关心年收入200万的排户限制是以什么条件设定的？黄清华说明，主要是根据主计总处113年家庭收支调查报告来推算。当年消费支出每一家户每年都是88.87万，有欠27.6万。按照理性法律来看，买厝的负担不应该超过所得的1/3，经过合理估算了后所得到的总数，袂使超过200万。记者采访报道。好在行政院推动青安3.0的买厝贷款，对学者来质疑根本就无法度排除好业人，但倒是会予厝价搁再抢权。因为财政部是表示讲，青安3.0有设定限制，而且目前这房市有缩小，继续稳定。内政部嘛搁加强管控。物价很高，然后薪水跟不上物价跑。如果你想要去缴个贷款的话，你会很吃力。一定多多少少都会有人去炒地皮啊，所以房价一定就会跟着涨。而且房子讲坦白，我觉得不会跌啦，只会往上涨，所以越早买越好。不管是要你看，或者是多买厝的人，拢相信即马买厝真无简单。为继续协助青年买厝，财政部青安3.0 8月就要开始，是毋是亲像2.0同款，互检察院认为欠周全，搁正做投机者套利，加抢权厝价咧。市场专家研判应该被引起抢尾条。加上呢，银行呢，它在这个审贷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都去做了非常多的防堵，以及但现在仍然是限贷令持续还没有解封之前呢，现在的买气并不会像之前这样子的疯狂。财政部认为未够小起来，因为目前观察房市出现量缩加分，为所在回答各强调内政部会管控。即马买保3年2.0甲3.0比起来，对象拢还是无自由主体，贷款成数拢是相关8成，佮维持宽限5年上限。即摆3.0虽然第一年会甲贷款年限做限制，佮增加年锁定袂超过200万的条件，啊，毋过是毋是真正用排除，也真受质疑。国立大学的郑教授，他做到年工薪全满，他都不会有200。我们政府只管利息补贴。那如果说银行呢吃了呆账的时候呢，银行要自己负责，所以他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的新青安贷款会贷给呢本来就买得起房的人。对，我们本来想象中是这个这些年轻人可能差一点点我们要把它扶上去，所以叫新青安嘛，这就造成一个很严重的不公平。他有一个富爸爸提供担保等等这些那以行库他自己会有他的授信的一个原则，那是2件事。那我们这边讲的是说贷款的一个门槛。学者认为，青安政策对于主体补贴应该是公益政策用国外做例，拢有明确对象或者是政策目的，比如锁定军经小户数等。即马虽然是包含婚育家庭，毋过烦恼会安尼变相加做用纳税钱补贴有钱人。青安政策是毋是用伫高厝价内底落实居住证据，要等市场来观察。记者综合报道。人工生殖法的修正草案伫咧立法院进行初审，这民进党的立委是提出变更议程，认为这白生囝的议题应该另外处理，先来审查社会共识较悬的部分，也就是互独身的查某人甲已经结婚的查某同志侦判会当透过人工生殖来生囝，因其他的部分是另工再过来审。人工生殖法的修法已经吵真久，立法院维权委员会伫16做初审，民进党立委主张草案爱包括代理孕母的部分，但是民进党立委希望脱钩，双方极力交锋。因为大家的疑虑
所以我们做了好几道这个防线，透过这个医疗刚性的一个筛选跟绝对自主权。各位担心的部分，其实在后面的法条都会看到，我们仔细的把它写出来。代理孕母涉及的是使用别人的身体，跟我们今天在审查这个人工生殖法的核心是2件本质上完全不同的事情。民进党立委提出变更议程，主张代理孕母的议题另外办案处理，因为国民党的立委都无出席7-2表决通过，无互去年底行政院通过的版本，互独身女性已经结婚的女同志判例，有希望会当使用人工生殖。生育的女性被迫她必须要去承担，就是其他无法生育女性她的那个生育压力，完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你就想要强硬的将这套制度在台湾推动，进入到这个体系里面来担任代理孕母的女性，她要承担很大的压力跟伤害。妇女团体是表达对脱钩的支持，认为讲会当避免修法延前损害女性的权益。妇产科医师认为，代理有薪的过程涉及关度医疗化和风险，修法应该处理好细节，而且得到社会共识。因为他一直卡住这个法律，所以就变成说，很多人其实在等待这个法律的松绑，就会被很没办法执行。当然，代理孕母的这一块还是可以继续进行，因为卫福部还有国健署，他们其实在这部分已经做了很多的研究嘛。因为16草案敢若审到第13条，后壁的部分会选拔的日期搁审，还未完成初审。记者综合报道。伫咱国内要办理性别变更的登记，就要提出2张精神科医师的鉴定诊断书，而且也得要甲本地性器官提掉。毋过进前都有12位跨性别者是经过行政诉讼了后，互法院裁定毋免动手术，就会当做这个性别变更的登记。最近也搁再出现一个无经过手术就来改登记做男性的个案。承办这案的这个户政事务所就表示讲，会搁再来建议，敢要上诉。我的性别我决定。这一摆出面来发声，争取免手术来换证。这一下性别者因为无完成性别登记手术，申请性别的变更是拢袂当。然后户政机关拒绝，诉愿嘛封驳回，一直到提起行政诉讼，才陆续出现转机。会面统计，国内已经有12件胜诉确定的个案，即摆搁一摆有下性别人士伊的官司赢。当事人要动手术不要动手术，他要怎么决定他的身体？理论上是他决定好，他在做，而不是被迫。他为了要符合国家的这个要求，然后拿到了一张符合他的身份证明，他才被迫去动手术。这个个案要对113年开始讲起，一个细层的下性别者向中和的户政事务所申请身份证的性别对查某改作查甫的，就算提出2张精神科医师评估鉴定的诊断证明，同款方拒绝受理，理由就是伊无完成性器官提掉的手术。但是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认为讲，变更登记的审查重点应该是申请人敢是以自我认同的性别，对平常时的装扮、人际交往等等，在生活内面持续对外展现，以后嘛无啥会改变，这和性器官敢有医毒无关系，无应该当作拒绝换证的理由。我们尚未就是收到那个纸本的这个判决，等收到之后啊，我们会做一个研议，然后再来决定说后续要怎么处理。下性别者要变更性别，照内政部的函释，2张精神科鉴定诊断证明和性别登记手术的证明拢爱有，但目前至少有13件案件持续伫诉愿和行政诉讼，争取免手术换证。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北花圃园区有一间餐厅咧转播世界杯比赛，毋过这头家煞是真好胆，竟然咧庆祝阿根廷赢球的时，伫咧店内点烟雾机啊，去互警方认定会造成危险，甲头家带转去侦办。而这花圃管理单位也已经甲头家罚5万块。餐厅转播世界骹球赛，真侪球迷我咧看。阿根廷赢球迄时阵，现场是欢喜甲抓袂牢，阁有2个查甫人点烟雾机，青春啊白色的高烟。当咧欢喜庆祝的时，煞引起警察到场。警方查核身份，发现放烟的人就是餐厅的负责人，55岁姓谭的查甫，毋但家己手拿烟雾机，阁摕互另外一个查甫伫店内放，互人认定危害公众安全。他是华裔啊，但是他是。就是好像是移民阿根廷，尤其是足球，他们对算是比较热情的，对啊。OK。对，但是我是没有听说有什么放烟雾弹。等个到事发的现场，这间烘肉餐厅是伫花圃园区，16透早5点外，随网店家已经休困。不过世界骹球赛是拍甲当日，业者提供电视转播，开放互民众看，说因为点烟雾机去互警方带转去侦办。该场地聚集大量民众共同观赏转播之球赛。
使用该烟雾棒恐有造成他人身体危害之余，为维护公众安全，本案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移送台北地方法院台北简易庭裁处。他本身就应该约束嘛，结果他自己去做这种行为，违反了这个契约本身的约定啊。目前我们的裁罚规定里面就是5万元啊。花圃园区的这个区域是由台北市都发局委托会展基金会管理，副执行长认为业者已经规范契约，将会裁罚5万块。只不过泰国曼谷的酒吧进前才发生严重的大火，这回业者因为一时欢喜，所做出危险的行为，好在再无造成严重的事故。记者综合报道。即马传统的农业欠工是真严重，台南市的农业局都有来引进移工。目前台南的农林渔务的这个移工是已经超过1200人。另外，市府嘛有成立农业技术团，会伫咧保产修成即寡较无用的时间去斗3工，嘛来推动智慧化、自动化的作业。天气真热，超过50岁农民伫农家田边仔咧割草，农村的人口一直老化。愈挖近农家产贵的时，是真欠工。有的老农民敢来当家己做，做到无法度去做，或者是靠移工来协助。讲实在的，现在台湾工人不好请，所以都要外劳啊。因为那些阿伯啊、阿上他们都退休了啊，因为不做的也不做了啊，对啊，他们没有体力了。做啊，系啊，拢较尾来做，无家己办。恁拢家己办，但是会请一个倒办啊。除了农家，7月当时台南白河莲子采收的大季，不过采收也需要工人，了后爱客人来比卡、起毛、甲芯吐出来，等等真复杂的过程。真侪门口口卖莲子的农民拢有会啊，除了欠工，面对工钱愈来愈悬，真侪农民嘛是付不起。很辛苦啊，没有人要帮我们采呀。我们自己如果空这些去采，隔一天就黑掉了。你看黑掉不好找呢，因为他们是1个小时300啊，我们无法来呀。不来就对了。对啊，对。农业的劳动力一直在老化，目前台南市逢请去做农业、林业、渔业、牧业的合法移工的人数已经超过1200人，最近5年成长超过6倍。那今年台南也立起外展移工跨区调派7万的计划，扩大办理的区域。今年台南也纳入外展移工的跨区调配的一个计划哈。并和高雄、台中、屏东等农会进行人力的调度。那本局也将持续配合中央推动农业外籍移工政策，透过农业人力团、农业技术团的机制，加强农满期间人力的媒介。台南市农业局表示，透过人力的调派，和外地移工会当有一个阿索比来支援台南农业欠工的需求，也继续大力杀青年农民农业智慧化、自动化补助，来减少人力的需求。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科技大学甲台湾海洋大学针对台湾市可能等的海草去研究，发现海草除了有固碳的功能以外，也可以当增加海水的甜度，提升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这项研究成果嘛有刊伫咧国际期刊顶面。研究人员请装备冲落去海底，对海草产球要摕来做固碳研究。高雄科技大学甲台湾海洋大学合作，针对台湾附近的海草层去采球研究，发现海草层除了固碳的功能以外，佫会当提升海水的甜度，增加海洋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高科大老师陈建志讲，因为大家拢是研究海草本身，知影伊会当吸收二氧化碳，这个新发现嘛提供大家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海水里面碱度越多的话，它就能够形成能够形成更好的一个碳汇的效应，就是说能够吸收水体海水能够吸收更多大气来的二氧化碳，那使得这些从大气中二氧化碳能够被锁在海水里面，那等于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现在在2025年净零排放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自然的解方。好用海草吸收二氧化碳，海草死去加做有机碳，甲海水的化合物产生作用，佫会生成碳酸钙等等的物件，造福海洋生物。高科代表示，这个研究是来自台湾海洋大学老师周文新
近10年前的想法，应用5年的时间去研究证实。现在亚方刊起的国际刊物，期待后续有资源继续来支持扩大实验研究。都还有嘛，这个机会跟海洋大学合作发表这个期刊这个方法，提供一个方法这样。那为了让这个方法能够更延续下去的话，其实就是需要更多的研究了。那看看就是说台湾周遭这些海域的话，各个地区的海草床，那是不是也有同样的一些效应存在？为了达成2000年净零碳排目标，世界各国拢投入减碳研究，其中以海洋为主的拿碳，因为效率上好，也和海草层加做主要研究对象。其实国内水试所对2014年开始伫澎湖海域复育海草，甲达已经成功复育超过5000平方公尺。记者柯家族邱阳高雄场报道。带大家来看1968年的电影《琉球之乱》，是迄当阵正难得的彩色台语电影。不过因为国语政策后来推出华语版了后，台语版即嘛已经找无啊。公司台语台就重新找配音员来做台语的配音版，而且对7月开始就特别举办台语台接力影展，免费要放送16部的台语作品，就由这部《琉球之乱》来拍头阵。咱离开这，回去台湾，创造美满的生活。小以下的2个人因为顶一代的冤仇未当斗阵，想要相带走。这是1968年林福地导演拍的台语片《琉球之乱》，男主角为陪老爸安排爱着冤仇人的查某囝。导演讲，这出电影当年是用台语翕的，不过受到国语政策影响，要去外国放送一定爱华语版。尾啊台语版嘛放弃，即马敢若找到华语版。市中心去美国去个摕落转来。迄阵啊是原来嘛是已经录国语的啦，已经录做国语，因为上美国一定都要录做国语。啊，毋若设计出，就讲迄阵咱导演福地导演伊的手法，啊，我拄啊讲，咱即个电影师林占庭即电影师，伊即个拍控制，迄个光线安怎抓，吼，迄种足水。为了要恢复电影原本的模样，国家影视厅中心甲台语台合作，甲琉球之乱重新配台语音，咧16办首映会。公影中心认为用台语重新修复，嘛是保存台语电影的历史。啊，那负责翻译的台语顾问表示，上下斗的是要知影原本的台语台词是咧讲啥，我会观察演员的嘴型来思考安怎重新配音。我是要尊重华语歌，还是看台语歌？毋过咱无台语歌啊，我就是爱生出台语歌，所以这个时阵是上大的困难。啊，毋过我就是看伊的意思，已经甲咱顶打去啊，我就是去看。影片内底演员的喙型。台语台7周年办台语台接力影展，由琉球之乱拍头阵，接续落去，有台剧《梅花鹿》乱乱风电16出台语作品，自7月开始，伫台北、台中、甲高雄拢总40场免费放送，希望互观众重新认捌台语电影的发展甲传承。记者郭正阳、王志光台北报道。作家鲁迅的小说工人日志内底是写着人食人佮互相猜忌的世界，互人看做正常态。但都是想要反抗的人是互当作痟的。即马就有大结局的表演是用这个小说来发想，结合戏剧、影像等等，希望会当互观众来思考人生，会当看到大结局表演的多元性。甲马出字啊，当作是乐器的演奏，这是房间内底的大唱，即出打击乐其中的一段。创作者用作家鲁迅的小说《工人日志》去发想，小说呈现甲人食人，佮互相猜疑，看作是正常态。想要反抗的人，却互人看作是痟的。透过演出的改编，希望就观众做回来思考人生。只要能发出声音的，都是打击乐，包括我们的身体。包括椅子、包括桌子等等的，就是用这些琐碎东西来投射到《狂日记》所谓的平常所见的人事物等等的，来带入这场演出。创作者除了使用传统的乐器，也甲拍麻将、播物件、节韵的哔哔声，咱日常常常听到的声音，拢放入去作品，来探讨到底什么才是正常。7月真也表示，打击乐毋那是一种好听好看音乐的形式，也是思想的烧结。希望这届结合戏剧、影像等等的演出，会当互观众看到咱台湾打击乐丰富的多元性。这届做的是用一个故事，用打击乐、甲剧情、甲肢体，所以这个演出呢，让大家看到打击乐的多元性。
伊的可能性足大的。这个打击乐的表演，拍算伫拜六礼拜伫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演出。创作者表示，告是观众也会加做演出的一部分，希望观众会当透过耳仔甲目睭，感受主角对顺从体制到澎湃的滚架。记者季玉记者桂林台北报道。这届世界杯是有定出强制啉水的时间，要来应对极端高温减少掉水的风险。因为澳洲的研究团队嘛有开发出一款应用程式，会当按照做无同款的运动来提供热伤害风险的评估，也有降温的建议。伫新南威尼斯国家超级联赛脚球场，教练带球员进行夜间训练。即马南半球澳洲是冬天，虽然大家同款大粒汗、细粒汗，也袂热甲挡袂牢。毋过因为澳洲的脚球赛季是伫热天起过，极端高温哪来哪接，澳洲的球赛嘛常常因为气温过悬来临时取消。We've taken to having fans and misting fans in change rooms and on the benches. Wet towels for the players as well. When we're And the drinks break's obviously a contentious new issue in the World Cup, but something that's been quite normal here. 全球暖化后，国际运动赛事对来改变规则。本届世界脚球赛将原本有通春球的啉茶时间改做强制规定，无论天气甲场所，逐场比赛顶下半场进行到第22分钟的时，拢会互双方各3分钟的啉茶时间，确保球员袂欠水。这段时间嘛会伫球场抓水来降温。普罗的球员有世界级的防暑规范，向运动一般大众，该如何自保呢？澳洲雪梨大学研究团队在开发一款运动防着雪的 App， 就是普通人运动的防暑必备武器。伊结合天气预报资讯，整合气温、湿度、风速、日头辐射，提供特定运动类型的热风险评估，佮有未来7天10点钟的数据预报。We care about things like humidity and airflow and wind speed and the amount of solar radiation from the sun. These things are all important to be able to understand what the risk is for a football player. And then secondly, it gives some recommendations, so some strategies that you can put in place to be able to help keep yourself cool. 目前这款 App 先开放予成年人下载，预计今年尾会佮推出专为囡仔、少年人设计的版本。全球高温问题变作常态，科学家望透过这项生活科技，予各年龄层的运动爱好者伫对抗污染时加一个安全防护。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伫新闻的最后，咱搁再来关心各地头的气象资料。北部地区27度至36度，中部地区26度至36度，南部地区26度至36度，东部地区26度至36度。五岛地区27度至32度。感谢您收看今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田雅纯，咱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再会。